動畫跟居然唔同，佢哋居然有廣東省牙醫資格考試嘅考官。今次嚟維港海康福田口岸店睇牙，從福田口岸過關步行5分鐘就到啦。診所環境乾淨企理。首先呢，嚟前台填寫資料，然後等待醫生面診檢查。睇佢哋嘅介紹，佢哋醫生嘅質素都好高喎，全部畢業於知名嘅大學，而且都有10幾20年嘅經驗。今次幫我治療嘅係佢哋嘅詹醫生，畢業於南昌大學，擅長動畫根同埋種植牙。哇！呢個犀利咯，佢哋提供咗廣東話啦、英文啦、潮州話、客家話嘅服務，現場咧可以睇到好多外國人。佢哋醫生咧得到咗好多嘅證書同埋感謝狀。由呢個就犀利咯，佢哋有一位醫生咧，居然係廣東省牙醫資格考試嘅考官，真係好勁。佢哋牆上掛住每一個項目嘅收費，同網上公示嘅價目表係一樣嘅。影完 CT 之後，醫生同我詳細講解牙齒嘅情況。我戴牙套嗰隻牙出現咗牙根發炎，醫生係建議我拆除牙套，然後再進行動畫根，因為醫生好專業同埋耐心同我講解方案，而且 CT 好清晰咁展示我牙齒嘅情況，因此咧我係決定當日治療嘅。等待治療當中，今日係先拆除牙套，然後再進行動畫根，有啲緊張啊！好多人都話動畫根好痛啊，我真係有啲緊張。由醫生話大概需要1個鐘嘅時間咯。治療完啦，用咗45分鐘嘅時間，成個過程一啲都唔痛哦。醫生嘅手勢咧真係好掂啊！佢哋動畫根加埋牙套咧係2680蚊。今次嚟維港睇牙咧真係一次好唔錯嘅體驗。過關步行幾分鐘就到啦，而且醫生嘅手勢又好，價目表又好清晰，冇套路。